Hello，店小二啊，今日嚟一次夜水，陽明碼頭出去三門島，要下啲吹筒啊。聽聞個個都爆箱，今日我都過嚟試下輕裝上陣啊。去到第一站先釣帝魚，然之後到夜晚開燈照水，照呢個吹筒。一個箱支爆乾，好晒，好啦，到碼頭啦，嘿，登記上船就 OK 啦，希望今日好運啦。今期船長呢個肥仔见，收仔见。这是我们钓友啊，给粉丝朋友打个招呼，包箱，包箱。點啊？打釣點，落竿啦！終於上一條啦！開心開心。狂上啊！3隻，屌你一隻都切過嚟3隻咧！10幾條，抽吹筒真係爽啊！又一條，爽！啊！呢碌抽嘢，好，翹晒，翹晒！哇！呢條有啲力水，記錄一下。爽飛！哎呦，掂個碌字，見到嘛，粉絲朋友們？哎呀，開心！又嚟啦！又嚟啦！又嚟啦！好細條。下半場啊！開啓啲貨仔咁啦，仲有3個鐘頭奮鬥。抽嘢，哇！掂啊！呢啲合格。要得食。好開心！老細西鳩你啊，2大袋一爆箱咗，勁犀利啊！前面3位大師狂口啊，密上啊！估計1人20斤唔係問題啦，又上啊！呢位大師又上魚，未停過，加油繼續啊！發電機加油！呢邊密上，未停過，呢位聲已經休息緊，抽夠啦。船官啊，哥仔依然喺度繼續努力。收工啦，天光啦，睇下啲魚仔先，冇幾多魚。哎呀〜
有下可以一哦。點點魚仔啊，哎呀，不多不多哈，下次再爭。OK， 好滿意嘅一水，收工啦。哎呀，曬到燶晒。通宵焗。以後冇制啦，認住呢個呢個船家，呢個船家，好爽呢個船家。最多3年半就好，下一場再見啦，拜拜。呢個日出好靚。